但讲家己市是家长区，这家己市的外教场朱济公也是家长的发源地。庙内有10尊用土粒的象牙，这个作品因为时间久长，加上有地动，象牙金身有必开情形。家己市文化局专工委托台南艺术大学的团队来做修复。用特殊的报道材料，豆豆来修复象牙必开的所在。家己市朱济公内底有10身将近60吨历史用土粒的象牙，因为时间久来，象牙身躯有真侪损伤甲壁损。文化局就委托专业的团队来修理这的文物。算咱足传统的迄个工法，因为这是算到古代用叉骨啦吼，爱用铲头来堆塑出来。就目前这个程度来看也是因为伊无伤到伊的骨架啦，只是伊的皮巴这部分有一寡影响尔。所以按搭皮巴的所在，补强者，互伊整体看起来较完整安尼。修复团队讲，这个土做的象牙。下底因为有固定起来，佮加上甲一个人的身高差不多，所以地动的时阵害来害去，土才会避开。参与修复的学生讲，会当参与这届的修复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。地动咱这个象牙即摆是去起来啊，起来伊的迄个伊甚至伊的重心较悬吼，变做会害的所在，骹啦、腰啦，还是手的所在，拢有小可有壁抓。来遮咧做传统的功夫因为这。我学到足侪物件，嘛足趣味的。朱济公表示，朱济公是家己市内兼顾有形甲无形文化资产的宫庙，内底真侪艺术的作品，透过修复团队的协助，这个庙内文物才会当继续保留传承落去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